要講靈異傳聞嘅熱門發生地點，片場一定係其中之一。好多人都話原因只係源自2個字：好奇。對於拍戲，好多人都有一種強烈嘅好奇。先人在生嘅時候，雖然好奇，但係就不得其門而入。到死後，佢可以來去自如，就自自然然會去到佢生前好奇嘅地方湊湊熱鬧。呢啲關於片場嘅靈異傳聞遍佈世界各地。喺美國曾經拍過一套電影，佢係改編自美國歷史上唯一獲得官方承認嘅邪靈殺人事件——貝爾女巫。呢一出都算係一出恐怖片，而喺拍攝恐怖片嘅時候就特別多靈異傳聞。當然呢一套亦都唔例外。呢套戲係喺羅馬尼亞嘅片場拍攝，喺拍攝嘅後期已經係接近聖誕假期。當時所有工作人員為咗趕完進度可以返屋企過節，全部都連續好幾日捱夜工作超過18小時。就喺佢哋每個人都忙住趕返屋企過節嘅時候，片場突然間無名起火。但係當消防員灌救之後，亦都進行咗檢查，佢哋完全揾唔到任何嘅起火點，亦都揾唔到有任何人為嘅跡象。呢啲奇怪嘅事情唔單止發生喺片場，連喺台灣負責發行呢一套戲嘅片商辦公室裏面，個電腦都竟然無緣無故自動打開上網嘅瀏覽器，而自己連結咗呢套戲嘅官方網站，不停咁重複播放電影嘅預告片，而且點刪都刪唔到。之後佢哋檢查電腦都揾唔到有任何唔妥嘅地方。要講拍戲嘅恐怖事，又點止呢一出啊？喺美國，另外一套電影《疑兇》喺拍攝過程裏面，亦都相傳靈異事件不斷。導演話佢從來都冇拍過一出令到佢拍得咁唔舒服嘅戲。喺拍攝過程，雖然有好多人喺片場來來去去，但係佢經常都覺得有人貼喺佢耳後，甚至有幾次佢感覺到有人對佢吹氣。最恐怖嘅係，曾經有工作人員問佢企喺佢隔離嘅細路仔係邊個，但係佢身邊根本就冇人。亦有好多次，有啲鏡頭明明喺拍攝嘅時候係冇問題，但係當播出嚟嘅時候就有好多雜音，而一啲道具無故跌低嘅事情更加係連綿不絕。如果我哋將片場嘅靈異傳聞解釋為先人去到片場睇拍戲，咁荒廢咗嘅片場嘅鬼故事又點樣解釋呢？其中一個傳出好多靈異故事嘅地方，就係喺西貢蠔涌嘅一個舊片廠。阿咪都曾經喺深夜嘅時分進入過呢一個荒廢嘅片廠，裏面一片漆黑，四野無人，感覺真係好陰森。記得嗰一晚我去到呢個片廠嘅時候，已經渾身唔自在。入到去有好多爛嘅道具，又打爛咗嘅玻璃。我上咗一層，去到錄影廠嘅地方，我記得地下乜嘢都冇，只係得2張紙。當我用電筒照去呢2張紙嘅時候，我即刻覺得心寒，因為喺一個咁大嘅錄影廠裏面，唯一嘅2張紙竟然就係一個靈異節目嘅稿。其實呢一個片廠就係早年其中一個電視台拍攝劇集嘅主要場地。曾經有好多人
提及過喺呢一個地方發生嘅靈異事件。唔知你有冇聽過坊間流傳關於呢個片廠嘅鬼故事？其中一個係咁。話說當年喺呢個片廠仲有劇集嘅拍攝工作，某個深夜，佢哋正喺其中一個攝影棚開工。當時就有一位有陰陽眼，能夠見到靈界嘅化妝師喺去完攝影棚側邊嘅廁所之後，對其他工作人員講話：你哋一陣入去，記得要講唔該謝謝。其實一般拍戲嘅工作人員，佢哋都幾信邪，所以大部分人都會做。但係當日其中一個男助導唔知因為咩原因，入咗去廁所小解之後，冇講唔該謝謝，就開始覺得有啲唔舒服。幾分鐘之後，佢嘅左邊面更加腫咗。嗰個化妝師即刻問佢頭先係咪冇講唔該謝謝，然後即時以香燭拜祭。呢位助導嘅半邊面就喺眾目睽睽底下即刻消腫，並且回復原狀。事後個化妝師先講，原來佢一早就見到廁所出面同埋裏面都企滿咗靈體，所以佢先特別要提大家講唔該謝謝，以免會撞到呢一啲靈界嘅朋友。另外一個坊間流傳關於蠔涌片廠嘅靈異故事係咁，都係發生喺廁所，不過呢次就喺錄音室嗰層。據知早年嘅錄音節目好多都係喺呢個片廠錄嘅。有一晚工作人員深夜趕工，有個女配音員喺空檔嘅時候去洗手間，完事之後好正常就會去洗手盆洗手。佢見到一位好熟口熟面嘅女性都喺度洗手，咁電視台深夜仲有工作人員出入，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更何況呢一位佢覺得好熟面口嘅女性即刻同佢打招呼，佢亦都不以為意，更加同呢個女士傾起偈嚟。正當兩個人傾偈嘅時候，個女配音員同時望一望塊鏡，諗住整理下自己儀容。呢個時候佢就發現呢一個喺佢身邊嘅女人雖然就喺眼前，但係喺鏡裏面佢係完全唔存在。女配音員好驚，但係類似嘅傳聞佢都曾經聽過，所以佢保持鎮定，微笑住行出廁所，當然唔敢回頭望，直到佢遇到其他嘅同事，佢先鬆一口氣。而佢更加從同事口中發現，當晚全廠其實就只有佢哋一組配音員喺度開工。唔知嗰位女士係咪佢哋公司嘅前員工呢？有關過世員工，甚至係過世藝人返去片場嘅傳聞亦都唔少。話說當年有一位專門拍閩南語劇集嘅演員，佢過世嘅時候啱啱就係趕緊其中一套劇。佢身亡嘅時候就係搭緊的士去一個地方做一個工地 show， 架車駛至高速公路嘅時候因為故障，然後停咗喺路邊檢查，結果就俾後面一架想超速嘅私家車撞到，的士司機當場死亡。而呢一個演員當時就係喺後座瞓緊覺，佢被撞到重傷，去到第二日亦都搶救不果身亡。因為佢喺劇集未完成之前就身亡，所以佢嘅角色就俾咗另外一位演員頂替。喺嗰套戲裏面，佢係有一個女兒，而呢一個飾演佢女兒嘅演員喺其後就喺電視訪問裏面講述喺片場裏面見到呢一位已經過世演佢媽媽嘅演員返嚟。佢話喺呢一位演員過身之後，佢好幾次都見到呢位演員嘅靈魂坐喺片場嘅一角等埋位。最恐怖嘅係佢見到呢位身亡演員嘅靈魂嘴唇側邊至到下巴
係有成條皮開肉綻嘅傷痕。由於工作關係，呢一位飾演女兒嘅演員係冇去到送身亡演員嘅一程，即係話佢並冇出席過佢嘅喪禮，亦即係話佢根本冇瞻仰過佢嘅遺容。佢只係知道佢係撞車身亡，但係對佢嘅傷勢一啲都唔了解。就喺之後，其他有出席喪禮嘅工作人員話俾佢聽，喺瞻仰呢一位身亡演員遺體嘅時候，靜靜係見到佢嘴角到下巴嘅位置有一個被縫埋咗嘅傷痕。為咗令呢一位身亡嘅演員安息，佢哋除咗拜祭蕭銘強之外，亦都係話俾佢聽，而家佢嘅角色已經由另外一名好好嘅演員頂替，叫佢可以安心上路。自此之後，呢一個靈魂就再冇出現喺片場。只要有機會參與過電影工作嘅人，都唔難有機會遇到靈異事件。一位聽眾提供嘅個人經歷，我哋暫且叫佢做 A 君。A 君曾經做過邵氏嘅臨時演員。嗰次佢喺片場拍緊一套賀歲片，事發大約係凌晨3點幾。嗰一晚佢突然間肚痛，於是就同副導演講佢要去洗手間。佢當時叫咗另外一個同事帶佢去。喺去嘅途中，佢哋經過一個小賣部。當時佢同佢同事都見到小賣部有一班人坐喺度食緊嘢。開頭佢哋以為可能有第二組人都喺度拍緊嘢，而咁啱佢哋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個廁所喺邊。之後佢嘅同事就走去問呢一班人。佢同事話：唔該，我想問下廁所喺邊啊，我個同事好急。之後喺呢一班人裏面，有一個大約40歲左右嘅男人就同佢講話：不如我帶你哋去啦，反正我都要去。喺呢個男人帶緊佢哋去廁所嘅時候，佢哋就隨口問話：係呢？你哋咁夜拍緊咩啊？嗰個男人冇答佢哋。A 君心諗，可能人哋拍緊嘢唔方便講出嚟。之後佢哋不以為意，返去片場繼續拍嘢。大約去到4點半，有一個小休嘅時間。A 君嘅另外一個同事又話想去洗手間。副導演見 A 君啱啱去完，應該識路，就叫佢帶呢個同事去。但係去到頭先廁所嘅位置，嗰度竟然變咗個道具房。返到片場之後，佢就問個 PA 話：咁怪嘅，啱嗰人帶我哋去嗰個廁所真係有嘅，點解去到之後冇咗嘅？個 PA 好奇怪，同佢講話咩話？有人帶你去？冇玩啦！尋日同今日都係得我哋呢套戲咋，點會有人啊？ A 君開頭以為佢講笑，但係當副導演都聽到佢講嘅嘢之後，而面色一沉，再向保安求證，嗰一晚確係得佢哋一組人。 A 君就知道佢同佢同事遇到嘅根本唔係人。又喺另外一次嘅拍攝場地， A 君去到大嶼山一個荒野嘅地方。話說佢係需要同另外一個臨記喺演員後面行過。當時係現場收音，所以佢哋兩個要喺度扮講嘢。影完嗰個鏡頭之後再睇返，導演就話佢哋嗰個位置好嘈，叫佢哋傾偈細聲啲。當時 A 君諗可能真係大聲咗，於是到拍第二次嘅時候，佢只係用口型扮傾偈，但係完全冇出聲。但係到播返出嚟，依然係收到大聲傾偈嘅聲。之後佢哋換過10個人去拍，都係咁。奇就奇在嗰把聲根本就唔似現場任何一個人嘅聲音。導演開頭都覺得可能係部機有問題，但喺檢查之後發現係冇事。佢唔信邪，再拍呢個鏡頭。但係今次就試下完全冇人行，點知到播返出嚟
都係有把聲，而且講嘢仲越嚟越大聲。喺無計可施之下，當日有其中一個工作人員，佢身上係帶住一個鬼仔牌，而呢個鬼仔就係佢之前太太有咗 BB 而小產，佢揾個師傅將呢一個小產咗嘅小朋友放落個牌度，當係人咁養。呢個帶住鬼仔牌嘅工作人員嘗試問佢嘅靈界小朋友，究竟現場係咪有一班靈界喺度？呢個靈界小朋友話係，但係因為導演根本冇辦法見到佢，所以唔能夠相信。於是呢一個靈界小朋友就話佢可以俾導演見到佢一次，佢可以對佢現真身，但係導演就要拎住隻手抱住個牌。當導演抱住個牌之後，果然真係見到呢個小朋友。個靈界小朋友同佢講話，因為你哋拍嘅時候冇同現場嗰班靈界講，所以佢哋就保護自己嘅地頭。導演問呢個靈界小朋友，佢哋有咩可以做？佢就話，只要你用大聲公講，我哋要拍戲啦，拍完我會搵人燒返嘢俾你哋，唔該俾我哋拍咗先。導演照佢嘅說話去做，果然講完之後，佢哋真係可以順利拍完。當然佢哋亦都有遵守承諾，點個火盆燒返啲衣紙俾現場嘅靈界。燒完之後，所有當時在場嘅人都話冇晒之前感覺到嘅寒氣。不過喺拍完之後，依然都有劇組嘅同事入咗醫院，或者同靈界或多或少都有啲關係。聽講身子弱或者時運低嘅人喺遇到靈界之後，都會大病一場。